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8节到12节，但以理书第5章13节到31节，马太福音21章28节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行动力。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宴会当中看见了异象，就惊吓无比。但是他将国内的巫师、术士、占星学家召集来，却没有人能够了解并且向王解释。只有但以理以及他所相信的上帝可以。伯沙撒王是一位行动派的人，他马上派人找来了但以理，并且请但以理来解释他所看见的异象的意思。但当但以理解释之后呢，伯沙撒王马上吩咐人将最好的紫色衣服给但以理穿上，给他戒指，并且封立他为全国第3大的高官。从但以理书第5章13节到31节的记载，当时候的情形是这样子的。但以理立刻被带到王的面前，王问他：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犹太人但以理吗？我听说有至圣的神明的灵与你同在，你有才能、知识和智慧。我召这些顾问和巫师来，要他们让这些读着墙上的字，让我解释字的意思，为我解释字的意思，可是他们都不会。我听说你善于解释奥秘，也会解答疑难。如果你能读这些字，为我解释字的意思，你可得奖赏，穿上王室的紫袍，戴荣耀的金项链，在王国内居第3高位。但以理回答说：请陛下保留奖赏，或者把它赐给别人。我要为陛下读这些字，并且解释字的意思。至高的上帝使你的父亲尼布甲尼撒王成为伟大的君王，赐给他光荣威严，因此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畏惧他。他超生杀大权，也可随意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。但是当他心骄气傲，妄自尊大的时候，他的王位被革除了，失去了光荣。他从人群当中被赶出去，不再有人的心智，只像野兽。他跟野兽一起生活，野驴一起生活，跟牛一样的吃草，睡在野外，受露水浸湿。最后他承认至高上帝有权柄掌管人的国度，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。伯沙撒王啊，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，你虽然知道这一切，却不知道要谦卑，反而骄傲，敌对天上的主。你把他从他圣殿抢来的杯碗搬出来，给你自己和你的大臣、妻妾、嫔妃饮用，并且歌颂那一些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木、石头制造的神明，就是那一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什么都不懂的偶像。你没有遵从那位决定你的生死、掌握你行动的上帝，所以呢，上帝就打发一只手来写这些字。这些字的意思是数算、称一称、分裂。数算的意思，上帝已经数算你国度的年日，使国运终止。称一称，意思是你被放在秤子上称了，称出你的分量不够。分裂，意思就是说你的国要分裂，归给米底亚人和波斯人。于是伯沙撒立刻命令侍从给但以理穿上王室的紫袍，
戴上荣誉的项链，又宣布他任命他在王国内居第3高位。当晚，巴比伦王伯沙撒被暗杀，62岁的米底亚人大流士夺取了政权。听见了上帝的呼召之后，他就马上回应，并且实际的付出行动，这得救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，但是来不及了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1章第28节到32节提到的2个儿子的一个比喻，来说明了那一些人在人的眼中看为罪人的，他们听见了上帝的呼召的声音之后，马上付出行动，这是得救恩的一个先决条件。正如雅各书的教导说，信心若是没有行为是死的。耶稣基督这样对跟随他的人说。耶稣又说了另外一个比喻，我想知道你们的看法。某人有2个儿子，他对老大说，孩子，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。他回答，我不去。可是他后来改变主意，就去了。父亲对老二说同样的话，老二回答，好的，爸爸，我就去。可是并没有去。这2个儿子究竟哪一个是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呢？他们说那个大儿子。耶稣说，我郑重地告诉你们，税棍和娼妓要比你们先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因为呢，施洗者约翰来了，他只是你们应当走的道路，你们不信他。可是税棍和娼妓倒是信了他，你们看见仍然没有改变心意，还是不信他。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心里骄傲，虽然领受了呼召，听了福音的信息，却仍然不信，仍然没有行动。然而那些税吏以及娼妓却马上付出了行动，领受了救恩。诗篇84篇第8节到12节，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垂听我的祷告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侧耳垂听。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们的王，求你赐福给你所选立的君王。在你的殿宇住1天，胜过在别处住1000日。我宁愿在我的上帝居所守门，也不愿住在邪恶的人的家里。主上帝是太阳，是保护者，他给我的恩惠光荣，他从不留下一样美好的事物，不给行为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信靠你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感谢慈爱的主赐给我们救恩，并不看我们软弱不配的人，将救恩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因为付出行动而能够得救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